啊！女學生咪睇石頭咯。行樓梯啊！好多青苔啊！有啲線啊！有樹蔭遮頭，好多。有個手杖好多啊！哇！呢度咩蘑菇嚟㗎？呢度嘅雀仔叫聲，好舒服，有輕微嘅少少風吹住，好多呢啲石仔路啊！落咗雨之後係有少少跣嘅。呢度補充下水分、食物、休息。而家新嗰啲咧已經冇寫時間喺度咧，費事誤導你哋。幾時嚟咯？有人行得快，有啲人。點啊？有冇收台？慢慢等，慢慢等。
哇！呢度好靚。手不要横着打，是吧？但係佢重疊咗麥理浩嘛。麥理浩徑嘅第4段咯。跟住前邊一嘢喺前邊，好似燒烤場起步位好似係。